女性有咗性生活後咧，就要記好一味便宜嘅藥啦。女性咧一旦有咗性生活咧，就會容易咧外陰瘙癢難忍，有異味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千祈唔好用手去拗佢，亦唔好咧用啲棍出去淥佢，更加唔好使大錢去做咩紅光啊、臭氧啊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哋婦科醫生咧先知道嘅好藥，真係咧使唔到幾多錢嘅。呢隻藥咧就係雙座肽陰道膨脹全，可以一藥多用。對於女性高發嘅細菌性陰道炎啊、白帶多好似灰白色，而且咧有股魚腥味嘅，咁霉菌性陰道炎咧外陰瘙癢咧特別明顯啦，白帶咧好似豆腐渣咁樣。咁滴蟲性陰道炎咧啲白帶咧就好似泡沫咁嘅，同房嗰陣時咧疼痛又比較明顯。咁咧甚至係一啲細菌啊、真菌、滴蟲呢啲混合性嘅陰道炎咧都可以用到佢嘅。咁好似傳統嘅嗰啲片劑啊、全劑咧就只能夠晚黑用。咁咧，而且咧就好容易咧就流出嚟。呢種升咗級嘅膨脹全咧，喺進入陰道之後咧就會自動膨脹。咁咧好似白天咧都可以用佢嘅。8小時之後咧就將佢取出嚟咧，取出嚟嘅同時咧佢仲要起到一個順便清洗埋下陰道壁嘅作用。大家記低未咧？